咱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繼續收聽提教國際，你就禮拜新聞幕後，同你大家來關注係德國嘅政局有哪啲嘅變化。對節目地圖，我哋個繞強度嘅專家係淡江大學嘅莊鳳超莊教授，莊教授您好。大家好，謝謝老師再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上一次我們在這邊聊是剛好在去年底大選結束之後，那時候我們就是哇，稱讚梅克戰無不勝，沒錯，邁入第4個任期，那也不愧是德國的鐵娘子。那這個禮拜我們來看，除了球迷之前很關心德國很扼腕的，沒有辦法對打進小組賽就被踢出去了。但正如這個狀況的之後，德國要面臨的不是只有在體育上的小小挫敗，其實在德國的內政、甚至外交以及經濟上都有很多的挑戰等着他們。那首先要請教老師，就是我們那時候還在講說，哇，梅克爾這麼厲害，邁入第4個任期，可是經過半年多。他經過了有史以來號稱是他可能擔任13年總理以來最驚心動魄的一個週末，因為他自己的這個內政部長用請辭來，我們不能講威脅了，是威脅了，然後用請辭來威脅他，那怎麼會演變成這樣的一個結局？然後雖然最後危機是解除了，可是勢必事出有因。能不能請老師先介紹一下這個危機的始末？是，當然是事出有因了。那這是內政部長這個 Seehofer 這個人啊，我們可以把它翻作瑞佛爾這個人啊。那其實他是跟梅克有長期的合作關係。那我們說，如果說往前面推一點，他在科爾1982到1998年這16年執政期間，兩個人的交手就非常密切啊。當時Seehofer他是 Seehofer 這個人，他是健康部長。那梅克爾他是當婦女部長，當完之後要當這個發展部長啊，所以兩者在那個時期的時候，就可以看出說兩個就是很不同掛。OK， 那時候的衝突就非常大，對於一些健康政策啦、婦女政策，兩個人就非常激烈的辯論了。所以在個性上面，我們可以看出是一靜一動的。哦，Seehofer是這麼的一個激動派的，好，那梅克爾他是比較冷靜的，是協調的。那Seehofer他是非常固執的，而且是非常的民粹主義。那梅克爾他是比較歐洲主義的，所以這次的衝突裡面，其實老實講的話，我是可以諒解這個 Seehofer他為什麼會這麼激進的來提出這些改善這個難民政策的問題。啊，我第一個，巴伐利亞邦是這個社民黨，基社黨一個總部，哦，那巴伐利亞邦它也是德國16個邦裡面邊境最長的一個邦，是，那所以說它面臨的難民壓力是最多的。第二個，在去年的選舉裡面，這個德國另類選擇黨，它在巴伐利亞邦竟然得到了12.4%的選票，那這個數字是對它是非常大的一個警訊。在傳統上，巴伐利亞邦這個基社黨在這個邦裡面都是一黨獨大，都有60%、70%的選票。鐵票倉就是了。對，鐵票倉。所以從1945年到現在，巴伐利亞邦都是基社黨執政。那現在12.4%這個德國另類選項竄取之後，他們預計如果說再不小心一點的話，可能德國另類選項在巴伐利亞邦可能會得到15%甚至到20%，那對他的執政他是非常非常大的威脅。那第三個是我們可以看到說，在過去1-2個月啊，在德國發生很多的命案，是，那這些命案的話，大部分都是在巴伐利亞邦，恐怖攻擊啦，那個殺人強姦案件啦，啊，都是在巴伐利亞邦，所以這些內部安全也給了這個基社黨非常大的理由，這些犯罪難民製造了這麼多的問題，所以我們一定要想出一個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才能夠保障巴伐利亞邦人的安寧嘛。那他長期看下來，梅克爾的政策是要走歐洲聯盟的路徑，是來跟其他歐洲國家一起來解決這個難民問題。但是我們從2015到現在看，歐洲途徑是沒有效果的，是。才會讓這個在其他歐洲國家裡面發生類似德國的這麼多的一個安全事件，所以 Seehofer 他才毅然決然的說，既然歐洲這條路走不通，那德國應該要自己設計一套德國的辦法來解決它。那這個就是造成說這一次他這麼大膽的
在没有知会梅克尔或其他的这个联盟伙伴，比如说社民党，对，那他提出了他所谓的这个难民方案大蓝图，如何用德国的角度、德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才引发了跟梅克尔之间路线之争。一个是要走德国路线的，一个是走欧洲路线的。老师，那如果我想请教一下，就德国路线跟欧洲路线在对待难民的政策上，就是 Seehofer 跟现在梅克尔他们在基本上主要的落差有哪一些？在方法上面来讲的话，那 Seehofer 他认为就是现在必须要在边境采取一个立即奏效的办法，所以他提出说在边境要设立一个检查部队，然后在那边直接去检查。可这不就打破欧盟无边界的最原始的设计了吗？那他说，如果说从奥地利来的这些旅客啦，开车进来的，他在边境去做检查，如果检查发现说他在其他国家里面已经有注册申请庇护申请，对，那他马上就要禁止他进入德国。第二个，马上要把他遣返到他第一个注册的国家。是，如果说这个国家是在意大利最先注册，那这个难民他要把他送回意大利。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欧洲办法里面是这个是违法的。对啊，在欧洲联盟所谓的内部无疆界市场，内部疆界是开放的。所以只要这个第三国的人民进入欧洲联盟的国家，他就可以在欧洲国家里面自由流动。是。所以 Seehofer 想说，在边境里面把他挡下来，禁止他进入德国，这个就是违法。对。第二个，还要强制把他遣返到希腊或者意大利这些国家，那这是严重违反了都柏林公约里面的规定。那这些规定的话是梅克尔所不能够接受的。那再来，梅克尔认为说，对待难民要按照国际法、人道法来对待他。所有不人道的作为，他认为这是不太恰当的。那德国他认为应该是一个高文明的、尊重人权、人道的一个国家，所以这种强制遣返，那还是说把德国不想要的东西丢到其他的欧盟会员国，他认为这个也是不合人情义理的。那所以说，在这些方法里面，梅克尔在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在布鲁塞尔跟其他27个国家已经达成了3项协议，希望说欧洲国家能够自愿式的去在他们国内里面设置难民收容中心。那第二个，在欧洲国家的欧洲联盟里面有一个组织叫 Frontex，叫做欧洲边境海巡署，是，那应该要加强这海巡署的人力。那这个海巡署在2005年开始运作到现在在2016年，他改名字叫做欧洲边境海巡署。那他的人事力量才400多人。那这个是我的看法是，要维护这么长的欧洲联盟的外围边境是非常不够的。那第三个，欧盟国家所达成的协议是要赶快在非洲国家里面去设置难民的安置中心。那如果说这个方法能够奏效的话，那我认为这是解决目前欧洲难民最可行的办法。在非洲国家，那成立这个难民中心，在那边就开始去过滤、去审查他们每一个难民的条件，如果合乎欧洲的难民标准的，才让他进入欧洲；如果不合法的，没有合乎这个条件的，就直接在北非这些国家把他遣返回这个奈及利亚还是索马利亚这些国家，那不要让他进入欧洲。那这个方法是最棒的，我认为。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北非国家动荡不安，是这个利比亚，它是这个难民进入欧洲的一个跳板。那他的国家是乱七八糟的。那如何在这个国家里面去运作？那我认为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老师刚才讲到一件事情，说张教授可以理解Seehofer，因为面对他来自巴伐利亚邦嘛，那自己的邦内有这么多因为难民或是移民造成的社会问题，让他在面对选民上，他不得不要做出一些反应，所以你可以理解他的行为。那我要接着请教的是，就如同张教授刚才提到，其实，在布鲁塞尔这个峰会上，梅克尔跟10个国家签了难民协议。
那我们如果就时间点跟 Seehofer 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些战术，包括以辞职来要挟来讲，你会不会认为其实他战术上是失误的，而且分寸时机拿捏好像都不太对？这个面向来看，确实 Seehofer 是非常不厚道了。哦，那我们说，在今年3月14号，好不容易梅克尔才组成这个联合政府，拖了这么久。对，从去年9月24到3月14号，这5-6个月的期间，啊，我们是有史以来阻隔时间花费最长的。对，那梅克尔是很没有面子。那3月14号到现在还不到100天。就捅出这个大篓子，是那对梅克尔的执政是当然是非常大的影响。那 Seehofer 这样做的话，哦，真的是不太恰当。时间点的话，是真的是哦，我们常常讲说，新政府上台要有100日的一个检视嘛。对，在100天，他到底这个是做了什么东西？是啊，这个政府是不是良能的政府，还是这坏的政府？哦，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稳定联邦政府是第一要务。那这个稳定这个前提之下 ，Seehofer 这种做法是大大的挑起内讧，那使得这联邦政府从过去的2-3个礼拜，几乎是一日一报，哦，一日一惊喜，哦，我常常形容说，这1-2个礼拜德国的内部的纷争啊，就可以比拟在3月4月份的时候，川普跟金正恩的较劲，非常热闹。所以 Seehofer 他在这个时间点爆出了这个问题，那我认为他是非常不智的，那也导致说目前的民调来看，他是跌到谷底，是在德国他们有所谓的10大政治人物的一个追踪评比，是那原来他的评比他的评价都是在第6位、第7位，现在已经掉到最后1位，而且是 minus 非常非常多。是，所以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德国人他们也相当程度上面是站在这个梅克尔这边。那在这个1-2个礼拜里面，我们看到说媒体一直在讨论说梅克尔会不会下台。甚至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德国人是不是很讨厌梅克尔？是不是认为他是一个笨蛋总理，没办法处理这些难民问题？对，连姐妹党。也弄得关系这么僵。对，那其实如果说从最近的民调6月29号的民调来看，那非常让人惊奇的是，竟然有91%的德国人支持梅克尔的难民政策。哇哦！那有62%的德国人认为梅克尔是领导有方的好总理。所以这个完全颠覆媒体上面所塑造出来的梅克尔好像。快垮台了，对啊，那这个德国知名的这个《民警周刊》啊，对，还说这个梅克尔的终点站，啊，用这个标题很惊悚的，是去来形容他这次的危机。那其实我认为说，在梅克尔他虽然历经这么多的一个挑战，那难民确实是他执政以来最大的一个危机。那我认为他现在的位置啊，还不至于说受到挑战。第一个，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连他这个 Seehofer 这个人，他虽然骂归骂，他从来没有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说要梅克尔下台。当然，那还不到那个程度，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然后他的伙伴党这个社民党也是全力支持梅克尔的政策。那绿党现在是反对党哦，也是支持梅克尔的政策。那刚才讲的德国选民也认为他是好的，所以看来看去，大概只有德国另类选择党从头到尾都是唱反调，希望说梅克尔下台。而你講到談判，當然是要拿唔過也要妥協。到底禮拜談判當中，每期你嗱Seehofer分別妥協嘅乜嘅，而先嚟咗下，你唔知你講先。韩国总统投的现状，继续来关注德国的军口。老师，我们前面谈了这么多，就是包括Seehofer跟梅克因为难民的问题，其实在
某种程度上的对立。那究竟难民给德国带来什么问题？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那难民，我认为说难民对一个国家来讲是有好有坏的。是，我们先来谈谈好的这一方面。好的这一方面的话，常常有人从人口红利这个面向来观察，认为说难民是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有好处的。那特别是对德国来讲，难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力的补充。那德国跟台湾一样，是生育率是世界排行倒数第一、第二的。好，那所以说他们在人力劳动力上面的话，他们预测在未来几年会有严重的缺乏。在前两三个月啊，德国经济研究所他做了一个专业人力的一个调查，发现说一些高科技产业啦，这个制造业啦，大概这些专业人力，德国缺乏大概4万多人。所以4万多人的话，难民正好可以提供了这个机会，好让这个德国工业不至于因为人才荒的问题而影响它的一个经济的发展。那自从2015年到现在啊，进入德国的难民大概有130几万。是，那130几万里面，这些难民，德国是花了很多的心力，让这些难民能够好好的在德国里面生活，找到工作，去融入德国社会。那经过他们努力啊，我们发现说，成效还不错哦。有1/4的难民已经在德国找到工作。是。那有28000多个难民啊，也接受这个他们公司里面的职业训练。甚至有216000个难民，他们已经跟一般的德国工人一样，已经有一些社会福利保险的正常工作。所以这个难民融入这个德国社会，已经产生效果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劳动力不足的情形，因为难民的补充慢慢化解的。是，所以未来德国的经济会在难民的一个帮助之下，它会更加的有它的成长的力道。那当然好是这样，坏的面向我们可以聊一聊。坏的面向的话，刚才我们也说过，就是因为它制造很多恐怖主义攻击，是一些刑事案件，这些犯罪难民让德国人很讨厌这些难民。那第二个就是说，每位难民在德国，那德国政府必须要去照顾他。对。那光是零用钱一个月要给他300多块欧元的钱，哇，台币超过1万块。对，那你乘以说100多万个难民，这个财政负担是非常大的。那再说，那在一个小城市里面，或者是小乡镇，突然你的邻居来的这些非洲来的难民，他们一些风俗啦、宗教习惯都跟他们不太一样的时候，对他们的生活安定让他们不能够安居乐业。那这些面向的话，是德国一直在排斥难民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因素。那我认为说，难民在德国啊，在短期之内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甚至在欧洲，是因为现在如果说在昨天啊，这7月5号，社民党、基社党跟基民党3个联合政府的政党里面，他们坐下来开了一个会。那这个会中，他们通过的一个方案就是要保持支持这个梅克尔的欧洲路线，要跟其他27个国家里面来谈出一个欧洲方法来解决它。那 Seehofer 他所主张的这些德国方案，是在会中不被这个社民党支持。对，那所以说他是被打了一个耳光。那他也接受了这个社民党他的一个建议，在未来他所谓的在边境的或者是在机场的要设置所谓的这个转运中心的 transit center 转运中心。那这个是转运这个概念，一般来讲的话，是我们到法兰克福去转机，是之后然后继续飞行，是或者是说转机之后，然后进入其他欧洲国家里面去做旅行，是这个概念的。但是这个 Seehofer 他所谓的这个转运中心呢，却不是这个意思哦，他是把这个难民挡在机场，
然后去做检查。如果说你是不符合我们设立的条件的话，他直接禁止你继续旅行，直接在那个地方，然后在48小时之内要遣返回你的母国。那没有转运，那只是回到原地而已。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很多这个德国这个法学界的一个这些专家都是批评说，你这个观念的话是跟事实不符的，那也跟欧洲联盟法里面是违反的。那第二个，你在机场里面设置一个转运中心，派了一批人马要去审查这些资料，那这个空间是机场，我们说寸土寸金嘛，怎么可能有太大的空间、大的办公室让你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一堆人，如果说10个、20个人，一堆人挤在这个小房间里面，那这些人权人士又从这个角度来批评说，你这又是不人道的。对。那在这边你可以关多久？好，48小时啊。48小时。那 Seehofer 他的想法是说，如果说48小时之内还没有审查出结果的话，继续关在德国，继续关在这个他的转运中心里面。那完全变得像拘留所一样。对，所以说有人就说这个转运中心就好像难民监狱一样。那你这样的话又违反这个欧洲联盟所在这个他们都柏林公约里面所规定的，你最多能够讯问他1个月。1个月之后的话，你就必须做出裁决。如果说不能够做出裁决的话，那就需要打行政诉讼。那行政诉讼可能就1年或者是2年的时间。那就旷日费时啊！怎么可能一直把它关在这个转运中心里面？所以它在设计上面是有很大的在行政作为跟法律层面的一些措施。所以社民党在这7月5号的会议里面就很坚决的，这一套是他不支持的。但是他提出一个很建设性的做法，他认为要解决德国的难民问题，应该是要把这个BAMF，也就是说联邦移民这个难民局的角色把它提升，由这个联邦这个移民以及难民局来扮演主导的角色，而不是由各邦16邦政府自己各自为政来处理这些难民问题。可老师，德国联邦现在还没有难民法吧？还没。所以在法他都没有了，他拿什么来做这些下面的，比方说机构的安排、人事的安排？本质上是不是应该先有一套法？所以社民党就提出第2个建议方案，就是应该要立即快速的要对这个难民法去进行这个制定。那有这个法出来的话，那各邦包括 Seehofer 就有法的依据，就不会在那边有各自的一个作为出来。那这个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重点这个社民党第1个建议里面，我认为是德国政府必须要去正面去重视它的。现在如果说16个邦各自为政，才出现了巴伐利亚邦它这么激烈的一个做法，才造成的是联邦政府里面的内讧。那如果说这个联邦层级的这个移民与难民局，它能够像社民党的建议，在近期之内快速的增加4000个这个资源，然后撒到这个重点邦里面去，比如说巴伐利亚邦，是来协助巴伐利亚邦去解决这边境的管理。那这个方法，我认为不失为是一个解决这个德国难民问题的好办法。只是老师现在一直讲到边界的问题，我们接着就要请教边界的2边，一边是德国，我们讨论的德国呢，边界的另一边呢，既然3个党的这个协调还是决定要采取欧洲路线，就是走在赞成梅克尔的这个方式，那么势必欧洲路线就是原本的难民配额分配制。对。可是我们看到，包括尤其是在东欧的这几个国家，后来才加入欧盟的这几个国家，匈牙利、波兰，那好像跟捷克都反应非常的激烈。对。如果要采取欧洲路线，可是其他的国家不愿意这么做，接下来德国该怎么办？主持人讲得非常好，在欧洲联盟，其实他们在2015年这个难民潮爆发的时候，那欧洲执行委员会就提出所谓的难民分配制度。对，那这个难民分配制度，我认为是非常理性的啦。它是根据各国的人口多寡。那第2个是根据各国已经收容多少难民的数量。是。第3个是考量到各国的经济强弱、GDP 的成长情形。对。那第4个是考虑到各国的失业率的高低。
那按照这4个指标来分配28国应该要收多少难民。对。那分配之后，我们看到一个结果是，这个各个国家都找了各自的理由去拒绝收这些难民。比如说这个匈牙利，对，他说我们没钱啊。那波兰他说我们是天主教国家，对，这个穆斯林竟然会破坏我们的社会啊。所以说这个分配制度是失败的。是。那失败之后怎么办？今天梅克尔跟圣民党是要坚持走欧洲联盟路线的话，那我刚才讲的，他 Frontex 他必须要去加强。是。那第二个，是不是像圣民党在7月5号的建议里面，应该要增加对边境欧盟会员国的帮助？比如说对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首当其冲吗？更多的一个财政支柱。